进入2026年，国内电影市场持续火热。在2026年春节档、暑假档、国庆档等主流电影档都有许多新片定档上映，广大影迷们可以大饱眼福了。那么2026年中国最新上映电影有哪些？最新国产大片哪部好看？下面细说小编就为大家分享2026年最新国产电影排行榜，既有正在火热上映的佳片，也有广受期待的待映新片，一起来看看吧。过家家，过家家是由武汉传奇人影视艺术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出品，李泰妍自编自导，韩三平监制，成龙、彭昱畅、张嘉宁领衔主演，潘斌龙、李萍主演的合家欢电影，于2026年1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影片讲述老房东任继清误将租客钟不凡认作儿子，与保健品销售苏小月、中介贾爷、邻居金针菇在同一屋檐下组成临时家庭，一段暖心奇遇由此展开的故事。用武之地，用武之地是由宁浩监制，申奥执导，申奥、许陆阳编剧，肖央、齐溪、任达华、郑恺领衔主演的剧情冒险战争电影。该片于2025年12月31日在中国大陆跨年上映。影片取材自境外幸存人质真实自救经历。驻外记者马啸、肖央是和志愿医生潘文佳、齐溪氏夫妇，陪同工程师苗峰、郑恺师赴郊区修理基站。当地局势突变，三人一路躲避恐怖组织的无差别袭击，最终还是被绑架沦为人质，并在狱中结识了华侨商人周伟杰、任达华氏。面对恐怖分子闻所未闻的屠杀暴行和以命换钱的勒索，他们历经105天，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自救逃生。逆杀，逆杀是由广州猫眼影业有限公司、上海最坚持正义电影有限公司、上海汉姆影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猫眼微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柯汶利编剧并执导，彭昱畅、张钧甯主演的电影。该片讲述了一个高烈度的复仇故事。该片于2025年12月31日在中国上映。标人，风起大漠。标人，风起大漠是由袁和平执导，苏兆斌、杨紫编剧，吴京、谢霆锋、李连杰、于适、王宝强、佟丽娅等主演的古装武侠片。该片改编自许仙哲同名漫画，讲述了行走于西域大漠的镖客刀马接下了一个目的地为长安的护标任务，由此开始了一场牵动天下命运的旅途的故事。飞驰人生3，飞驰人生3 Pegasus 3是由韩寒编剧并执导，沈腾、尹正、黄景瑜、张本煜领衔主演，魏翔、沙溢、范丞丞、孙艺洲主演，段奕宏特邀主演。该片定于2026年2月17日上映。剧情简介为最后一届巴音布鲁克拉力赛落下帷幕，如愿以偿的张弛回归现实，团队面对旧成员的离开、新技术的挑战，他必须思考该如何开启新的征程。一个部门的诞生，一个部门的诞生是由林小强及刘浩良监制，麦天舒执导，白芷、廖子瑜、梁雍婷、麦佩东、谢永新、戴玉琪、吴咏诗、谢君豪等出演的电影。电视台发生挟持事件，绑匪 K 仔不是为钱，只想把电视台月费终止，人质当牢为求自保，只想尽快了结，却没想过终止电视台月费竟是如此困难的事。我的妈耶，我的妈耶是由夏露西执导，宁浩监制，吴福利、张雨欣、夏露西编剧的家庭温情喜剧电影。影片讲述18岁叛逆少年张十一、黄明昊是通过母亲李冬玉、马思纯氏的日记，追溯其成长故事，逐渐理解母亲短暂却充满爱与勇气的一生。马思纯、白客、黄明昊领衔主演，孙杨特别出演，梁靖康特邀出演，姬嘉禾、王天放主演。该片入围鹿特丹电影节 Big Screen Competition 单元，是该单元设立以来首部入围的内地电影。转念花开，转念花开是由贾玲、孙继兵执导，王宇编剧，贾玲、张小斐、王骁等主演的剧情电影。该片讲述了丹苑作为家中长女，带着出人头地的梦想，跟随李运来下寻求财富，却不慎陷入传销组织。8年后，她蜕变为反传战士，既解救被传销困扰的群众，
又寻找李运来，是要找回被夺走的人生的故事。欢迎来龙餐馆。欢迎来龙餐馆是由文牧野执导，文牧野、钟伟担任编剧，沈腾、蒋奇明主演的喜剧电影。该片讲述了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担任一家中餐馆的主厨，与前台经理马俊生齐心协力把龙餐馆经营得蒸蒸日上，却面临战争爆发、命运急转的故事。抓特务。抓特务是由冯小刚执导，石建全担任编剧，雷佳音、胡歌、张瑶等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根据张策的小说《无悔追踪》改编，讲述了1949年开国大典这天，刚入城改编成公安派出所所长的肖大力、雷佳音是发现小学教员冯金波、胡歌视线疑点重重，他本着军人的高度警惕和公安战士的责任感，硬是与冯金波搭档做邻居，穷尽一生历尽磨难，进行了一场近40年无怨无悔的追踪的故事。